乡亲团体邀请奇恩中医诊所郭信恩院长专讲心血管疾病中医观点，欢迎兄弟甲到社区朋友前来参加。第7月16至到18，南部教区儿童夏令营开始招募童工，学习内容甲着招募人数，刊伫公布栏，邀请有意参加甲着营会学习的兄弟，做伙加入，请向孟村传道报名。敢有补充报告？以上报告。敬拜俄勒，请敬拜团。伫遮大家报告，咱的郭碧霞姐伊就是咱的苏琴小田的妈妈，好伊安尼不辞在这个居丧期间安尼，也完伫这服侍的持守，感谢上帝。问兄弟若是会当，咱就坐坐来甲因为这个家庭干那碧霞姐甲伊伫教会哈，所以咱来用着祈祷的心来有这个对主礼拜，咱带出上帝听堂。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感谢上帝，互咱这有影大快乐的勇士伫伊面前自集，为着要来敬拜伊。耶稣讲：“我是葡萄树，咱是树枝，黏伫伊的内面，咱就当得结果子。”
将来有啥物款，讲主啊，我要较深深来经历你，我要较深深甲你相结连，咱甲咱的软弱，伫即时，甲主来倾心吐意，求神的帮助，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工作。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有啥物款甲你拿在迄个罪，迄个人的人性的罪性，互阮袂当完全来较无经历你的时，阮求你来启示，求你来，互阮明白甲了解，当阮每一摆真密来亲近你的时，敬拜你的时，阮特别当通个了解。主啊，你要力量要对阮来讲话，要对阮的心厝来讲话，提醒指教阮。指教阮的喙齿，互阮的言行也细正，互阮的心思意念常常伫主面前是坦然无惧的，因为耶稣基督的保护来洗净了阮的一切误会。当阮证明阮的软弱，来认阮的罪时，主啊，阮就要搁再控告家己。阮每一句每一刻，拢总是遐尼啊新鲜的画面，甲主相结连。我们感谢你，我们讲耶稣基督你是葡萄树，我是树枝，我要甲你相结连。来吟，你是葡萄树，我是你生命连结粒子的模样。要祈祷，深深祈祷，带我行到你马里，经历你的话真实，是行甲你的日子里，深深祈祷。亲像咧爬悬岭，主得较引出来，明星看见相爱相杀，也你就是阮飞悬了，把心爱无变到悬了，阮主张我变到完整，变到欢喜，平安快乐，主爱风波，那的天国。阮飞悬命，相爱相杀。
亲爱的姊妹，咱所欠缺的主拢知影，总是咱来开嘴甲主求智慧，大项拢需要的教育稳定，伊拢要想出来，咱就安尼来深信。我若点滴求出身边，就会脱离魔鬼斗志，压力充满喜怒幻想，我要靠主点高阮家，荣耀欢喜，平安快乐，主爱丰满，那伫天国，阮为阮名圣安圣祥，阮主掌我点高阮家，爱等阮名，毋通累积，艰辛努力，毋通放弃，荣耀归主，哈利路亚，我依靠主就该完成，荣耀欢喜，平安快乐，主爱丰满，那伫天国，阮会冠名，圣安圣祥，阮主掌我点甲完成。来，良心看见，圣安圣祥，听你就是阮会冠名，我心爱护。有主掌我会伫阮家，荣耀欢喜，平安快乐，福冠那伫天国，阮会冠名，圣安圣祥，阮主掌我顶高阮家，荣耀欢喜，平安快乐，主爱丰满，那伫天国，阮会冠名，圣安圣祥，阮主掌我顶高阮家，平安快乐，主爱丰满，那伫天国，阮会冠名，圣安圣祥，阮主掌我顶高阮家，荣耀欢喜，平安快乐，主爱丰满，那伫天国，阮会冠名，圣安圣祥，阮主掌我顶高阮。靠谱啊！感谢主的引带，大手牵小手，哦，同心一起走，哈利路亚！感谢上帝，互我有充满气力，继续来为家己、为国为着一切来祈祷，愿上帝国来降临。这是阮的愿望，愿上帝国降临。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你地若像伫天。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予人尊叹无数。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犹原搁毋捌你。求你予阮一看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你地若像伫天。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予人尊叹无数。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犹原搁毋捌你。求你予阮一看的机会，来传扬
的心较无你的旨意，你在若像伫天。我的心伫海，你的生命，予人尊叹无煞。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犹原搁毋捌你。求你予我一歌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你在若像伫天。我的心伫海，你的生命，予人尊叹无煞。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犹原搁毋捌你。求你予我一歌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愿你的歌降临，我愿意。为你来啊！愿你的歌降临，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相信且帮助我，是个多年的隐藏，都等着你当心当票。帮助我，相信且帮助我，是个多年的隐藏，都等为你。再来祈祷，相信，相信且帮助我，是个多年的隐藏，都等。多谢你听阮的第四课内面的祈祷，阮若是真虔诚伫你面前，阮所念的就是加倍祈祷。主啊，多谢你的垂听，多谢你的圣灵甲咱伫你的圣所徛悬。阮的主是伫你，阮的眼目拢看见你伫阮的心中有啥物美好的工作。阮用一个期待甲渴慕的心，听候你，听候你，继续。灌压阮，用圣神的歌油歌来灌压阮，感谢你，哈利路亚！阮感谢，阮将阮的敬拜每一个，这伫正伫地灵，像一伫天灵，阮的历史，今仔日圣书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爱的，因为国、权能、荣光、
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继续，请坐，咱来启用上帝的话。从头，第七篇，迄拢真熟悉的。安尼一个看，你知影诗篇第几篇吗？对啊，圣经的诗篇23篇，我来去兄弟用和做伙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伊互我倒伫青草的地上，伊互我灵魂静养。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腿、你的管拢安慰我。第张咧回讲你的腿、你的管，好啊，这个不好念啊，没关系，各自念懂就好。伫我对敌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之爱对着我。我也要踮伫耶和华殿中永远。阿门，阿门。咱来为了问一下，请问牧师现在此刻在哪里？请问邵伟传道夫妇现在在哪里？还台中的义兴圣教会，非常好。请问今天的讲员是谁？那我们拍手欢迎他来支援我们的讲台。感谢主，哈利路亚。他前的路，赐予因的赐予因所做的一切，有主的大气力帮助因。望主的名，伫缅甸嘛伫台中得到荣耀。我嘛今仔日主日崇拜的信息，望伫主的恩手，求主赐予阮一个会当明白的灵，阮知影上帝的伟大，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兄弟姊妹平安。迄个，我一般拢是参加第二堂啦吼。我昨差不多昨下暗枵伫迄个潮州，昨7点吼，下暗7点枵伫山顶吼。我含阮太太去爬山足早出门啦吼。因为嘛无足远去哩，爱行4公里，就爱行4公里。行到差不多，因为风景伤水，小可有点仔停留吼，所以行到天黑吼，6点20天黑，所以阮倒伫迄个黑暗中吼，都行40分钟，不有早迄个头灯，就差不多8点10分，赶队到潮州阮岳母遐，嘿，阮岳母就甲我讲，我明仔载要去。明仔载要来聚会，你会当甲我载无安尼？我讲我讲今仔日爱倒来遮聚会，我就来问讲，你要来阮教会聚会无吼？要来阮教会聚会无？嘿我讲我明仔载讲倒啦，我一定爱倒来，我袂当含你带即个潮州聚会。就甲我讲，你是会晓讲啊，袂晓讲，你毋通教唔对去呢？足烦恼，我讲教唔对去，所以我岳母年纪也很大了，大概87岁，87岁，有足好的信用啦吼。
咱今仔要即个讲题吼，咱今仔即个讲题是伫即个 AI 的时代吼，亲近即个上帝啦吼。其实 AI 讲出来，大家拢不陌生。好，我今仔去开甲即个要挖国民路啊，从那个大同路要挖倒手到国民路，我看到一个牌啊，瞬间吼就紧张起来。顶管写啥？科技执法。哦，迄黄色的啊，写科技执法，你就感觉会互你足紧张的。我想我过29暝迄天吼，过年前除夕，我就要去屏东吼，因为我要爬山，所以爱去买外套，因为苏学含我去，我就买外套，我就开去屏东的迪卡侬。然后开要到冰书的迄时阵吼，我就看到差不多。路边嘛是咧挂一个牌啊，科技执法，我嘛就开始紧张起来因为这个和咱的 money 拢有关的啊，拢要足注意然后呢，不过就是也没有开好，就是安尼停车头前无拢有一架机车格有无？理论上车子袂当拄面的，我毋知现在反应迟钝来，有动，可是动到尾啊完全动掉的已经。差不多前轮又压到机车格，然后我就看，哎呦，糟糕，这科技执法。结果我就往左看，我就离迄个人行道斑马线的尽头，看到停一架奥多麦啊。你斑马线的尽头不会停摩托车嘛，对不对？会阻碍行人嘛。我就注意看，迄个摩托车顶管有放一个纸箱纸箱顶管有放一个卡梅拉摄影机。后壁徛一个警察啦，我讲这也算科技执法反正我看起来也算科技，可是不是很科技啦他讲到科技执法，这就跟这个 AI 有关系伊这就属于迄个人工智慧啦人工智慧。那你这两当这个物件就做热门，叫做 ChatGPT 你这样手机只有打开它就会一直广告。伊广告讲用 AI 来学英文对不对你较早含人讲，你家己会歹势会惊，无要紧，这样迄个电脑故在你讲，伊佫甲你教。我安尼想落，安尼以后这个英文家教 case 就少很多所以这就是用电脑来做迄个人工智慧，就变做电脑的思考。这个物件是真实实的那伊这个叫 GPT 伊就是生成式的语言模型啦伊迄个这个字很小，我看不清楚，我有传迄个影片在 PPT 在教会的群组那我们看关键字就好，伊是种语言模型，所以一开始用迄时我有去甲试后来发现，这个 AI 伊是读文学院的，我甲问数学伊拢唔对，真正唔对。你用迄个简单的数学比如讲2位数的加法，伊也加错，甚至要加到2、3次，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理论上这个是不应该错的，可是他会错。那不过你多问一次他会再去重算。伊这个 AI 是建构在那个什么贝多芬，因为较早 AI 你发展迄时有2派，一派是逻辑思维，一派是用背，2派各有山头，尾仔因 PK， 这个贝多芬的赢，伊就是像韩蛮人的学习共款，读册分析知识有没有归纳，另外一个是你模拟人的思考，后来这个。不管在图形语文的能力，都是这一派的比较好就是现在发展这个，所以是一个语言模型这个离迄个过年期间，这个东西就出来了，有没有？深度寻找seek的是找嘛，deep 的是心嘛有的翻的比较好听，叫做深度求索。然后今年就是今年2025年，就较早是美国独大。这样的迄个中国有那揭开那中国就强调讲因用的
成本足低，然后伊一出来就足侪媒体啊，伫咧分析讲，啊到底中国为什么会当做出安尼物件吼？啊，因就讲因是用啥蒸馏法，蒸馏法，按后壁迄桶水有无？哦，迄就是蒸馏水，哦，蒸馏水。啊，蒸馏吼，蒸馏你看伊这个图，就是这老师、这学生，爱怎对着？啊，你要成为一个大师哈，厨艺大师、大厨师，要很久的时间。可是他这一道菜研究出来，你在旁边学着做，他可能要花5年，可是你学着做，大概5个小时可以学得起来，这样对吧？哦，所以因讲大陆这个方式就是蒸馏法，就像学生对你老师边啊安尼学，哈，然后大概大陆都讲我唔免用你美国遐济钱，我就做开啊，所以就有人讲一句话讲，偷退来当然是较俗啊，偷退来，当然这个怎么偷我们不晓得，是不是偷的我们也不晓得，可是伊确实伊会当用较低的成本，而且唔免遐好的电脑，伊就会当执行，这就是伊进步的所在，所以就变做这个 AI 的竞争吼，你今年一直出来吼，所以。这个蒸馏哈，就造成蒸发了。蒸馏叫做蒸发，伊一出来，迄个辉达 NVIDIA 辉达的股票，随蒸发多少？6000亿美元。你看6000亿美元，这是偌恐怖的，这是偌恐怖的数目吼，我无法度想象吼，这感觉算爱算足久咧吼，啊。可是吼，按这个年代，你用手机啊，你发现是讲，其实你已经拢你用 AI 啊，你唔知影。我等下会举例，其实你都已经在用 AI 了。这个 AI 厉害所在，伊就是讲有协作力啦。伊就像一个秘书，伊会帮助你做这个工课。哦，伊帮助你做这个工课。所以你按较早手机啊拍字是用，话是用注音对不对？话是用写的对不对？啊，尾仔只你用写的用讲的。用讲的，讲的就带你移翻着，其实迄嘛是 AI 啊，好，你知吧？迄嘛是伊咧分析你的语音。我问阮小弟我过年时我问阮小弟讲我还没聊到这个 ChatGPT， 我小弟咧报社工作嘛，因讲因去采访录影，可能爱1、2点钟，录倒来就几万字的哦，几万字的哦，因讲哪用？我就录影几万字的，就用要去电脑，叫电脑把迄个几万字的迄个录音转成啥文字档，叫做因公司是买上高级的 ChatGPT， 伊讲甲 ChatGPT 讲，你甲我整理做600字的新闻稿，拍一个，就出来啊。所以迄真正拢应用着按这样的工作吼。这你可能有用过有无？有无？这手机较新的，伊就是讲，边仔你翕开。做一堆杂人，闲杂人呐，闲杂人用一个手甲空起来，就移除了，有没有？这个你有的人手机可以用这样，较新的那种这个功能啊，比如讲这2个人本来是迄个情侣，后来拆伙了，我就把你抹除了。好，那既然会当甲切掉，你嘛会当增加，敢是？真的敢是真的？所以你就看到，最近有无赖你传的迄早安图有无？迄就足侪就拢 AI， 拢 AI 做的拢 AI 做的。伊嘛会当做影片啊，较早剪影片爱加足久的，1分钟就爱加1点钟，这样嘛免啊，伊拢会当帮你做，伊拢会当帮你做，这明视的有无 ？AI 主播，AI 主播，其实伊会当做甲足真啊，其实会当做甲真假不分，可是明视这个伊可有条工啊做，较继续看他怕抢了那个主播的饭碗真的会抢了主播的饭碗，所以这个物件真正会改变世界，你已经伫这个 AI 世界内底啊
这个科技执法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了，真的是最明显的例子。而且像啥呢？用 ChatGPT 教什么？写程式的，感觉哦，这读资讯的人足厉害，对不对？你用下看。啊，这就我想到讲，其实哈，我对这个小时候哈，我们小时候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所谓的个人电脑，不会什么电脑啦。啊，我迄时阵我会记得我国小迄时阵开始出现那种什么电动玩具店，啊去录一个迄个5块，啊5块袂当算足久呢，技术无好，一个就翘伊啊。啊，我昨突然想到，哦对吼，较早录5块，啊较早迄5块足大个。我这样你讲有印象无？较早5块足大个，啊较早1块含咱这个10块个，变大个，啊5块个爱得比10块个，佫较1块个较大个，所以较早5块个比降时的10块钱还更大，你有没有印象？有啦哈。好，那一次就要投5块，那个足上重啊！较早的钱是足够的哦，无像这样的钱吼，无 TT 我印象。买一支冰棒只要5角格就可以了，哦，现在大概要30块，大概30块，哦，所以这个物件就是一个1972年哈，有美国的雅达利公司，伊迄个开始做一个全世界第一款的什么游戏乒乓球的拼，类似桌球，哈，那你按台湾是翻做什么呢？打砖块怎样？游戏啊，有算过这游戏的业手，加减啦吼，也有现在版本的。啊，你是伫迄个机台算的，还是你这样手机啊算的，还是电视游戏都有嘛？好，对不对？那我到现在印象还深刻，迄时阵的迄个机台外口迄电动玩具店，迄是黑白荧幕的，可是它的那个砖块看起来是彩色的，为什么呢？因为上面有贴玻璃纸，啊，伊第一抓大。哦，什么色的玻璃纸，用无同款的玻璃纸，然后搭里迄个荧幕，因为那个位置是固定，才变成彩色。我到现在印象都还深刻。哦，好，啊，这是啥货呢？这就是我这样靠这里趁钱啊！我真正这样靠这里趁钱。我这一礼拜爱上6个班，哦，我6节课，啊上6个班，啊我拢教因做啥？你知？教因做这个物件，所以。顶学期的这个期末考，过年前的期末考，阮做啥货呢？阮就是做打砖块游戏，啊，2个人负责做一台，啊，我互伊做的时间偌久，你敢知影？按对老师开始讲题目，开始讲解，到我分数拍了，毋免1节课，因册都会当用10分钟伫咧算因家己的物件。30分钟，包括我的教学，我分材料，甲因做好，啊，一班差不多30个分10几组，啊2个人一组，吼，啊我拍期末考的成绩，囡仔免用到30分钟，啊你这十几组内底达成率大概是8到9成，比俄国语更加厉害，吼。那可以帮我放一下这个影片吗？就是右上角有个箭头，点下去，点看看。我今天影片比较多了哈，谢谢。或者点1也可以，直接点影片也可以。啊，这个我录影，上课我录影下来。How can I love when I'm afraid to fall? But watching you stand alone, all of my doubt suddenly goes away somehow. One step closer. I have died every day waiting for you. Darling, don't be afraid. I have loved you for 1,000 years. I'll love you for 1,000
所以你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对不对？不可思议。这小学生你学较紧啊，小学生你学紧，你也来找我学，我有把握在1天内把你教会。1天啊，给我1天的时间给我1天的时间。所以这种物件的进步远超乎你的什么想象我是安怎做的呢？首先这个用 ChatGPT， 伊会当甲伊讲，我可以为你怎样做什么我就跟他讲，帮我写这个微电脑版的这个打砖块游戏的啥程式码，程式码是用语言嘛，主要是英文嘛然后我要用到这2个物件，我要用到摇杆，加这个8x8LED 的萤幕。我上学期末考的比这个还难伊不是用摇杆，伊是用 AB 键，有无？一个向左移动，一个向右移动。你拢莫想讲ChatGPT 的部分的，你爱教迄个囡仔迄个一个按钮上无嘛爱接2条电线，对不对？迄电线爱有接电源，爱接我到，迄有哪有难度？我就是安尼，透过这个 AI 跟他聊天，我要安尼伊就开始伊就开始帮我讲，爱啥物物件，爱传家伊会含程式码拢互我，伊拢写好通常他厉害的，一次就会对。伊 AI 不一定大概你拢有着共代 ，AI 嘛像足侪 AI。我也含这个 AI tool 我发现讲伊拢文不对题，东扯西扯我就感觉这个袂用者，我就紧关掉，紧换另外一台。伊像客服你不同的上线就会遇到不同的人我感觉这个用者，我会跟他聊整天袂用者，我大概10分钟就给他赶快关掉换人，这个也是经验这也是经验，他跟人的学习有高低。再来接线图接线图伊安怎接就类似安尼这就是阮期末考的题目囡仔差不多接安尼啦接安尼我期末考的时候我会放水啦，我希望他通过率会高一点点，我会给他图。可是到这一次我这礼拜上的这个我就没有给他图了因为我给他图发现很危险，成本很高，因退卡也一直查，有时候东西方向也不搞错查了就打小拍一个房成本比较高了好，那我们进到第2部分，就是讲按你迄个创世纪按知影迄个一开始人要去做一座高塔，有没有？然后塔顶通天，然后他们要聚在一起，然后上帝就说：“伊那里做了没有一个事情就做不成的。”然后呢，神就变乱了他们的什么语言迄时各邦各国各族的安尼出来，口音都无共所以咱才有学英文的学德文的学希腊文的、拉丁语的按台湾嘛国语台语客家语等等。可是有的不是上帝变乱的，你像那个因讲这样也，你讲的台语有点像迄个中国汉朝语言，对不对？迄为的是时间演变，可是有的很明显是上帝变乱的，像迄个不同国家的语言，它有时候它的文法前后都会导致会有差异就像英文跟中文的些话有差异性。那到这样时，你嘛当看到做者这个广告，或者你手机也嘛有迄个功能，比如讲你出国我袂晓讲我装这个 APP。爱着讲爱着带你翻日文、翻英文，你就会当和外国人安那互动那你创世纪伊是安尼写讲，他们成为一种人民、一种语言，就没有什么事做不到的。比较像这里看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一样的言语。如今做起这事，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怎样？没有不成就。所以神把他们变乱语言，然后到如今，
然后现在已经走向全球化、全球一体。啊，你的 AI 一出来，你看这进步的愈紧啊愈慢。我讲，较早学程式语言，你爱读到大学呢，大学爱吐作一个档，也不一定会晓写呢。啊，我这个小学生，我上一学期了啊，你看你一个比一个安那，更较厉害呢。这个你没有办法想象，而且一跨的领域不是这个呢。生音乐的人用 AI 作词作曲，翕影片的人做 AI 合成影片，你懂我吗？文学家用 AI， 我时阵叫伊写台语，伊嘛写讲这水水的写会，伊嘛拢会写呢。啊，好啦，各领域他都行，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啊，顶下牧师嘛讲啊，你叫伊写讲道，伊嘛要写。写讲道伊嘛要写啊，所以这个物件的发展太紧了，哈，所以这个疑虑就出来啊，安会去取代呗？你会有这个担忧吗？我想我们年长者不太会有担忧，我们只担心我们的健康问题，好不好？对不对？可是年轻人就会担忧了，这样懂吗？会不会被取代？真的会担忧，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去年10月刚出来的这个马斯克号称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他10月上市的东西不是还没上市啦，他有广告。Welcome to the We Robot Party. As you can see, I just arrived in the Robotaxi. The cost of autonomous transport will be so low, you can think of it like individualized mass transit. We'll move from supervised full self-driving to unsupervised full self-driving, where you could fall asleep and wake up at your destination.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time, cars are just doing nothing. So what would happen if you have an autonomous world is that you can now turn parking lots into parks. Something we're also doing is inductive charging. The Robotaxi just goes over the inductive charger and charges. The Optimus robots will walk among you. And what can it do? It can do anything you want. Oh, and what happens if you need a vehicle bigger than a Model Y?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glorious future. With that, let's party. Rage. Is that all you got? Beast mode. This is awesome! Recommended stops. That's the point. This is amazing! The future is now! 这去年10月的时候，伊出来办一个记者会啦，机器人发表记者会，爱得坐一架迄个无人计程车、无人车出来，无人驾驶，爱做伙落来边仔一个人对行，迄个人一开始是穿那个太空服包着，其实迄就是机器人，所以这个以前在那个科幻小说或者科幻电影你看到的情节，都慢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现了所以你去想象，圣经创世纪讲的一句话，当都成为同样的一个语言的时候 ，AI 可以整合语言，没有什么事情怎样，不能做的。所以你也甲试比如讲我今仔日要写一个英文履历，我较早是真正爱迄个大车饼的，无找到专门人才不行。那个 AI 你中文给他1分钟就帮你搞定，真的1分钟就帮你搞定那我们再放这个影片，可是它现在还在发展，也没那么完美这是另外一个。
他做的那个机器人记者会立刻从篮子内拿出一件 T 恤，人家就质疑接着放在他桌子上仔细折衣服。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日前在社群网站上发布他们研发的人形机器人 Optimus 能够自行折衣服的影片，让不少网友惊艳。不到1小时就遭到质疑，影片疑似作假。有眼尖的网友发现，马斯克公布的影片当中右下角不时有人手出现，有网友猜测很可能是一旁有人戴着手套，透过动态遥控的方式远端操作机器人执行折衣服的动作。发文半小时后，马斯克终于认了。 Musk noted that Optimus isn't yet capable of autonomously performing tasks like shirt folding. 马斯克坦言，折衣服的动作目前 Optimus 无法完成，但这的确是在规划中想要研发的新技能。就曾公布 Optimus 完成拿鸡蛋、甚至跳舞、深蹲等任务的影片。对比之前提到社群平台的诚信问题，如今却透过造假让研发的机器人性能。伊一发表机器人吼，大家咧惊讶的时阵，都后来都一个迄个机器人，因为他的机器人，他说多少钱可以买可以成为你家的外劳，外佣，仆人等等，然后后来发布这个影片让给他吐槽讲边像好像有作假的嫌疑。那其实这个不足为快，因为伊要你发展，伊都会进步的呗，会啦，也变得足厉害，厉害到超乎我们的这个想象，这都另外一个影片啦，虽然机器人足厉害不我伫网络看到这个影片，我感觉足新鲜因为我昨就是按照这个山倒来，因这伫山顶我是登山裤尔啦，这个才有一个妈妈你注意看，这是一个断来的，这较早教会有去爬过知影这下骹拢网仔牵的，其实这个网仔是牵袂着这个囡仔，而且网仔下骹倒有漏洞。你注意看这妈妈做的动作，这个囡仔这个大概只有3、4岁而已，他有在保护他他拿的那一只有没有？因爸爸可能做摄影师，头前有一个哥哥爬过，伊都用这个登山杖，家己压者，等一下你看那个影片谢谢，帮我播一下影片。焦点来关心到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题材持续的发酵。那2个孩子真的很小，很可爱。他们在一家4口，爸爸也不要做摄影师了，妈妈带来。你们很可爱，这个小人版的登山家，充满了活力。这弟弟，这个就我有把它截录了，因为原影片大概要19分钟。你看他在过那个断崖，身手之矫捷，平衡感。初生之犊不畏虎你看，那哥哥一下就过，弟弟有较细一些，不过这个难度也是很高。这里有网子，那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吗？那边有人摔下去过，有摔下去过，他就会绑网子，他就绑网子。大概每一个坎大概都有它半个身高，所以对，其实
可是我发现小朋友在爬山好像没有神经一样，都爬不累的，而且他们不会害怕。我们年纪大反而怕怕的，而且怕得要死。而且他们会觉得很好玩，我觉得很好玩。哎呀，我拢想讲，我咧爬我脚会安那爬啊，我心脏会安那爬，我。我们看他爬到终点，你看这个妈妈动作明显就慢下来，慢很多了。好，要攻顶了。这家庭拢有你爸有你训练的。其实爬山是很好的事情。你像一些贵族学校，他们每学期都会去爬山。你听下假期学会收50万的，每学期都要安排爬山活动。你等下给他看一下这个海拔多少，3092。这个山的难度是玉山的2倍。玉山，你就想玉山是最高，它是它的2倍。好，先停一下，谢谢。好，那我们到这一张，下一张投影片来哈。糟糕，按太快。好，那这是一个截图啊，就是那个弟弟啊，他爬到那里好高兴。你看到什么？刚刚你在马斯克的机器人看到的是他的工作能力，以后还会再提升。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什么？情感，你听到没有？人性啊，情感啊，喜悦啊，还有那种小孩子对这个世界的探索充满了希望。所以我知道我们现在科技越来越进步，那是没有错。可是我们因为科技进步又变得比较快乐吗？好像没有，对不对？我们现在过的都是较早超越以前皇帝的生活，你听得懂吗？较早皇帝听一个歌，要看一个跳舞，搁爱饲足侪人，搁爱饲乐团，车落兵对不对？跳舞嘛会忝呢。你才咧看 YouTube 无看换掉，无看换掉，对不对？无电到冲来就好啊，不敢是。所以你要考虑到这个上帝创造的奇妙，不是只有能做事而已，是有爱跟感情在里面的。你听得懂吗？你像你妈妈你吼迄个囡仔，为什么要带去爬山？他也是希望他能够挑战啊，克服怎样困难啊？他知影还有坠落的危险不？有啊，对不对？上帝造人，给我们自由意志，嘛知影按有背叛伊的危险嘛？对不对？伊不敢砍掉，可是神就愿意这样带着我们，经历按这人生环去成长，去学习他维护的怎样式样所以上帝嘛是用话来创造世界嘛，好不好？按头 AI 是用语言去创造这些物件，可是一开始大家咧看圣经的时候 ，AI 袂出来。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大家讲怎么用说的就搞定？你现在发现用说的就可以了吧？对不对所以创世纪就是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再来这是啥货？你感觉这像啥？其实这是鱼啊，叫河豚。你河豚跟我想的河豚，该无共。好来，来看一下较正常的河豚。你看这只河豚伊警戒的时候也灌开像一个球，对不对？伊内底是有骨的呢，伊不是迄个癞蛤蟆把肚子撑圆圆的，伊紧开伊内底是有骨的呢。你看。你也是一个游戏开发师，你要开发这个结构，你看，敢有遐简单？会当收起来，佫会当安那？展开呢？佫无食电的呢？
对不对？所以讲哦，他讲河豚的这个骨骼标本像迄啥艺术品，吼，啊嘛知河豚是作毒的，这嘛牵扯到化学，敢毋是？啊，上帝讲伊创造万物是安那，各从怎样其类，所以你看河豚都遮侪形，这嘛河豚啊，这芒果河豚，长得很像芒果啊，这个大家应该看过。这是没有刺的河豚，这个是标准河豚，有没有？这是可爱型河豚，你都是河豚啊。就像人啊，你看，我们每个人长得都怎样不一样。我昨天去爬山看那个蕨类，我很看过的4、5种，我本来想要再加进去，今天跟你分享，可是时间有限，后来就算了啦。好，那刚刚除了那些，我们再来看一个河豚，它能够创作艺术。播一下这个影片，播一下这个影片。If you came across this intricately designed circle while diving in the ocean, what would you think? It must be human-made, right? When Japanese divers discovered these in 1995, their minds went rampant with possibilities. Some even suggested that maybe aliens were involved. But the speculation came to an end when they finally caught the culprit in the act. The white-spotted pufferfish. The male pufferfish is a true artist, nature's greatest if you will, and his preferred medium is sand. His circular masterpieces are about 2 meters wide and can take up to 10 days to construct. Carefully positioned geometric rows of sandy sediment ridges are carved out and decorated with small shells and coral. So what's the point of it all? How does a fish so small create such large displays? And how are these circles able to decorate themselves? What do you think the artist's intention was behind this piece? If you said a nest, then you'd be right. Every mating season, male pufferfish get to work constructing these carefully designed circular nests to attract mates. They swim back and forth using their pectoral, anal, and tail fins to disrupt the sediment and create ornate patterns. When the circles are all finished, females show up to inspect them. If the art really speaks to them and they like what they see, then they'll reproduce with the males. The center of the circle features a specially decorated region meant for a female to lay her eggs in. Once the eggs are laid, the female takes off while the male goes about fertilizing them. He guards the eggs until they hatch and then abandons the nest, leaving it to be swept up by the current. The pufferfish isn't the only artist in the animal kingdom. Other species, such as the bowerbird, are known to create extravagant displays to attract mates. But what sets 群组，大家有兴趣再去看，好。所以你看，这河豚敢有读过册，敢有读过美术系，你看伊这样的装置艺术家你做的，嘛差不多做到安尼尔，敢不是安尼？所以那个跟什么毛毛虫变蝴蝶啊，你养过那个蚕宝宝？蚕宝宝它会结茧，有没有？出来有白的，有黄的，而且那个形状是都很漂亮，对不对？时间到，它又不会睡过头，它也知道要出来。出来一下子就知道要展翅，展翅又开始会飞。请问他们受的是什么教育？你听无？那不是教育会当处理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律嘛。这另外一个例子啊，这个就是那个捷克的一个新闻，伊就讲，因有一个沼泽区，然后呢，感觉要个水堤，然后后来也还没有做，可是突然2天这个河里出来，2个晚上就把它搞定了，然后帮他们节省经费，比他们预期的怎样做的还要好，选的地点也很好，这有新闻这个我们节省时间你都可以去看，所以在圣经的传道书有讲啥？这风对倒位来，对不对？这人的骨头，离这个怀孕的妇人的腹肚内底是安那长成的，你尚且怎样不知道，然后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怎样知道。所以你刚就看到那个河豚呢，河豚的骨头也是很厉害，对不对？那一样啊。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从妈妈的肚子出来
而且坦白讲，每个人刚生出来的样子都还蛮可爱的，好，是不是？对不对？都还蛮可爱，只是说我们现在年纪长了，稍微皮肤较无遐光滑哈，妖魂较济，对不对？好，所以这个都是奇妙的创造。所以圣经安尼讲吼，你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个12章伊讲到啥呢？伊讲圣神是一位，主嘛是一位，主就是耶稣。然后呢，上帝嘛是一位，伊伫对，伊伫众人的内面运行一切的代志。所以你无看到上帝啊，河豚嘛无看到上帝啊。可是上帝互河豚知影安那起受，你知影无？那个水獭没有去上学校啊，他没有去上水坝学校，可是上帝互伊知影要安那，你知影你讲啥无？所以咱爱面对一个事实，就是看袂到的物件，无一定是无存在啦。你讲爱因斯坦。你会这样想象伊迄个造型。爱因斯坦伟大的是啥？伊迄个地形嘛。伊的地形，咱请问咱看会到，咱看到是尾仔伊的学术成果嘛。个另外，你讲一个人文学家饱读诗书，是先写出来遐字，还是伊心内底先有遐想法？你嘛知影迄先后顺序。所以其实看袂到的代志，才是真正重要。就像一个家庭内底，这个父母，还是尤其这妈妈的疼心，为着这个家庭的付出、甲坚韧、甲忍耐，有没有？去维系这个家庭，去照顾这个孩子，让他顺利可以成长。所以这个伟大的力量是上帝所赋予的一个天性嘛。好，那我今天拉回来了哈。拉回来，我讲到这里就快要讲完了，不过还有一些东西。你迄个，这个我之前也有讲过，你迄启示录伊就讲到电脑这个物件，可是伊的写伊是安尼写，因为较早嘛无迄个电脑，伊嘛大家嘛袂晓翻，伊来翻做啥呢？这里有智慧 ，AI 就是人工智慧，安尼你听有无 ？AI 就是人工智慧，所以 AI 跟智慧至少有这个字是重叠的。伊讲聪明的，AI 有一点聪明，对不对哈？可以怎样算计？伊的英文就是 computer， 电脑的英文就是计算机，懂吗？计算机。然后呢，数的数目就是 number， 因为这是人的数字。那我以前翻数目，我最近都把它翻什么？数位啦，数位。然后伊的数目是多少？666你都来看今仔日是啥？2月16，把它只有阿拉伯数字提出来的是216。你算看看，6636再乘以6，刚好多少？216。上帝经常透过这个数字跟我讲话了哈。然后呢，启示录的13章。拢总18章尔，13章拢总18章尔。这节我特别有感受吼，我迄时阵要去买厝迄时阵，迄个厝要买价小比我有算的加50万，伊就是他开这个价小，伊就他开1318，我讲我1250我都躲袂掉，我搁1318，我讲我找一下便所的。我去甲便所我就开始祈祷，上帝这实在有点非常贵啊，要买吗？上帝就甲我讲，启示录13章18节，他真的这样跟我讲。启示录13章18节就是在讲买卖的，你知道吗？你知道？我给他买啊，我给他买。然后。好，启示录是最后一节是这里，然后呢，到这个启示录，接下来有14章，14章讲到14万4千人，对不对？
好，你把这两个数字给它兜在一起，144000除以216，有计算机的你可以点看看，手机的计算机你可以点看看，你就知道它的数字是多少。不是，就是666.6666666无限循环。所以神不只是伟大的化学家、文学家、生物学家，他更是伟大的怎样？数学家。你不要把你的神看得太小了，他太丰富了，是你不知道他，真的是很伟大的神哦。按照来看，这个启示录13章写到666哈，好，你把英文字母26个字摆出来，666嘛哈 ，A 就是一个6，B 就是2个6，12，C 就是3个6，18，D 就是4个6，它就6的倍数，6、12、18、24、30，一就给加上去。好，你讲电脑 computer 就是电脑 ，ABC 的 C 对个多少？18，O 呢90，M 78，你要对开加起来666，安尼听有无？所以 N 一出足大，出 AI 足厉害，可是要你上帝计划内底无？还是在上帝哈？我们拍手赞美神哈。第一台个人电脑其实就是苹果1号，苹果1号上市就是卖$666.66。你看迄个约翰你写启示录迄时阵，伊是知影讲，这个普哥电脑是要卖偌济钱呢？佮爱用美金算才会准。头仔这嘛是用英文呢，现在电脑语言都是用英文在写呢。迄个约翰你写启示录迄时，英文是主要语言吗？不是嘛？英国也唔知你对，美国唔知你对嘛，哦，所以这个是奥图曼啦，哈，就是 OpenAI、ChatGPT 的执行长，伊讲吼，伊伫遐咧讨论 AI， 伊讲，知道该问什么问题比找到答案怎样更重要。那个现在 AI 可以解释你任何的答案，可是重点你要会怎样？问问题，所以问问题就很重要。好，所以就讲早晚会思考的问题嘛，哈。我是想，为什么我做2只礼拜，我为什么我的，为什么我有读较有想法，对不对？这意识，对不对？一切是意识还是意识根本不存在？然后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为什么会有莫名的苦难？为什么你这些问题你早晚都会思考，是不是？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马斯克的思考。你看这个全世界上有钱的人，伊想的问题和你是同款的，你不会变成首富哈，就不思考这些问题。I mean, there are some sort of fundamental questions of like, what is thought? What is emotion? What is consciousness? Is it really just one atom bumping into another atom? It feels like something more than that. Sometimes I wonder, either perhaps everything's conscious or nothing is conscious. I think we're probably missing some really big things, like some really big things. The first time we talked, you said which is surreal to think that this discussion was happening and is becoming a reality. I asked you what question would you ask an AGI system once you create it, and you said what's outside the simulation is the question. But it seems like with Grok, you started literally this system's goal is to be able to ask such questions. Our AI Grok is modeled after 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 which is one of my favorite books. It's a book on philosophy disguised as a book on humor. Mm-hmm. I would say that forms the basis of my philosophy, which is that we don't know the meaning of life, but the more we can expand the scope and scale of consciousness, digital and biological, the more we're able to understand what questions to ask about the answer that is the universe. So I have a philosophy of curiosity. Well, as you said, I think one of the big goals of XAI is to understand the universe. Yes. That's our simple 3-word mission.
If you look out far into the future, do you think on this level of physics, the very edge of what we understand about physics, do you think it will make discoveries, sort of the sexiest discovery of them as we know now, sort of unifying general relativity and quantum mechanics, so coming up with a theory of everything? Do you think it could push towards that direction, almost like theoretical physics discoveries? If an AI cannot figure out new physics, it's clearly not equal to humans, let alone nor has surpassed humans, because humans have figured out new physics. They've just physics is just understanding, deepening one's insight into how reality works. So another question about theory of everything, but for intelligence. Do you think there exists, as you're exploring this with XAI, creating this intelligence system, do you think there is a theory of intelligence where you get to understand what is the I in AGI and what is the I in human intelligence? Is that part of the process of discovering, understanding the universe, is understanding intelligence? Yeah. Yeah, I think we need to understand intelligence, understand consciousness. I mean, there are some sort of fundamental questions of like, what is thought? What is emotion? Is it really just one atom bumping into another atom? It feels like something more than that. So I think we're probably missing some really big things, like some really big things. Something that'll be obvious in retrospect. Yes. Well, some people would call it like a soul. In religion, it would be a soul. Like you feel like you're you, right? I mean, you don't feel like you're just a collection of atoms. But on what dimension does thought exist? What dimension do emotions exist? We feel them very strongly. I suspect there's more to it than atoms bumping into atoms. And maybe AI can pave the path to the discovery of whatever the hell that thing is. Yeah. What is consciousness? Like when you put the atoms in a particular shape, why are they able to form thoughts and take actions and feelings? And even if it is an illusion, why is this illusion so compelling? Yeah. Like why does this illusion exist? Yeah. On what plane does this illusion exist? Yeah. And sometimes I wonder is, either perhaps everything's conscious or nothing is conscious. One of the two. I like the former. Everything conscious just seems more fun. It does seem more fun, yes. But we're composed of atoms, and those atoms are composed of quarks and leptons. And those quarks and leptons have been aroun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universe. We don't know the meaning of life. But the more we can expand the scope and scale of consciousness, the more we're able to understand what questions to ask about the answer that is the universe. 好，谢谢。所以他的问题，我想你也想过了哈，你也想过哈。这个影片其实是蛮棒的影片，我会把它贴在教会的群组，你可以再仔细去看。它里面有一些对答是很有智慧的，很有智慧的。所以有人说看不见的就不存在啊，人就是原子啊，化学元素组成的啊，也对啊。上帝用尘土怎样造人？可是他吹了他的灵啊，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有灵的活人就变成你有灵魂，你有意识啊。所以你看马斯克在讨论的是讲，我拢是物质，为什么我会有想法？你听得懂吗？你想一下 AI 也是啊。他用沙子提炼出细做成晶圆加工变成晶片，然后加上电路设计，他也可以有想法，这样对吧？他也是物质化，也可以想法，所以大家搞不清楚，那想法怎么来？你 AI 怎么发展？它是模仿人类的大脑去设计的，这样懂吗？虽然人咧笑讲阿强还是甲美国偷学的。买当笑，你 AI 是甲阮上帝创造的人啊呐，偷学的嘛，你要找到迄个源头。所以这个早晚爱思考的这个问题，对，比圣经，迄个人工智慧怎么运作呢？他就去给他喂资料，给他读，
化学给他读，数学给他读，他会读书，一直读，越读越厉害。所以你让他读到后来很厉害的时候，他的知识就会进步，而且甚至都已经超越我们人，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记那么多，而且我们读了会怎样忘记？而且呢，他是日夜读，好累的嘢，读按人读得会忝的，读到尾嘛不爱读啊，对不对？所以电脑不会累，他读到最后，他的知识是会很多很多很多。可是真的可以找到答案吗？不一定。我们的知识跟皇帝时代的人有没有多很多了？不一定比他快乐吧？你懂我意思哈？你手机查了，你都可以查得到。所以这个 AI 是为他知识，然后他形塑那个理念。好，那请问你都在为你什么知识？你要看连续剧，对不对？看手机啊，看 LINE 啊，看那个八卦新闻啊，整天都为这种知识。那拜托你真正的真实的道理真的在这里。你那个要多为自己一点圣经的知识啊，不然你的那个完全哦，那个世界洗脑去，你嘛是找不到答案。哦，所以你在圣经里面看到各人各样的这种生命，有的人选择跟随神，有的人选择背叛神，对不对？有的相信，有的不相信。其实神就是透过这本圣经，要让你去知道它的属性哈。这真的牧师一直在鼓励大家哈，我还是鼓励大家。好，那马斯克的解答在这里了哈，字比较小，你可以在群组看。一共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怎样神。然后呢，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它怎样造着，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它造的。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那我跳一下，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来到自己的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怎样造的，那世界却怎样不认识他。所以你去看约翰福音那个道，它的英文写什么 ？Word，W-O-R-D， 话语啊，字啊，道啊。不过它是大写，大写是专有名词。那你看创世纪，神怎么创造这个世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然后他就强调神的灵，圣灵运行在什么水面上，然后把光跟暗分开，对不对？神说出来的那个话，其实就是那个道，葛安所讲的耶稣了。然后神的灵就是圣灵，所以神只有一位，他讲出来的话就是道。那个道就像你看到有没有在毛虫身上？有，你看我现在扶这个道啊，你看我现在的头发慢慢追上更基啊，对不对？白发是年岁的冠冕，对不对？你有没有办法逆龄？没有吧？你听得懂吗？我们都逆也不生啦。这个就是一个道嘛，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明白我们生命的意义，跟我们会走到哪里去。所以呢，约翰在这个约翰一书，他又提到说这个道，他就在讲耶稣啊，有没有跟过耶稣？他说，论到这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怎样摸过的，而且显现于我们那怎样。永远的怎样生命？所以耶稣做的那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死里怎样复活？然后另外一个是啥？死无怎样变有？那就是上帝你做的代志，生命，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是永远的。所以在希伯来书这样讲，一起念：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怎样显然之物怎样造成的。所以当马斯克说，这个人的生命奠基在这些原子啊、化质啊这种最小的东西，可是这还是物质化的。
可是，在希伯来书已经告诉你了，你看得到的这个世界是透过神的那个道造的，然后呢，所看见的不是怎样显然之物。所以，请问道是摸得到的吗？当时耶稣的时候看摸到，可是事实上他看不见嘛。就像地心引力，你知道会掉下来，可是你有看到东西掉下来，可是你有看到那个地心引力那个道吗？你只能看到掉下来的石头啊。那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怎样造的？那你在创世纪看到神非常有创造力。那我们人也被赋予了这个创造力的怎样属性？那神是爱，所以我们人也有什么爱？神创造的是什么？生命哦，是生命。所以我们讲说这些事，并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什么言语，乃是用圣灵，就是神所指教的言语。那属血气的人不能够领会这个神的事啊，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说啊，你们不懂啊，你们不懂啊，你们这个就是宗教狂热啊。可是呢，圣经怎么讲？属灵的人能够怎样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够怎样看透他的心。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的心。所以在诗篇呢，神抛出的这个话来挑战你：耶和华从天上回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怎样没有。我们都会觉得我们比以前的农夫厉害。我告诉你，没有比较厉害。当农夫看到他播的种，然后发芽结实，对不对？然后他会思考：哦，我靠，这厉害哈，对不对？所以以前有个笑话，我很喜欢讲这个笑话。他说有一种机器，把那个泥土、粪便跟那个苹果籽落去，安尼戳的，啊，尾仔就变出一个苹果出来了。那就是苹果树啊，敢不是安尼？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所以这种，我们现在的人都以为自己很聪明，可是真的没有远古的人聪明。远古人没有在滑手机，他会看到说：哦，对哦，啊，这个时间，这个日头都安这出来，每年这个时间日头都安这出来，也去思考啊。啊，我们都会以为我们知道，可是我们不太思考。好，这是结论。我因信啊，所以如此说话。哦，那我也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怎样一同复活。啊，那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怎样毁坏，内心却怎样心思一天。我们年纪增长没有关系，可是我们的里面的生命也要怎样增长，而且我们心要变得更好、更干净、更爱神。可是这不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要仰望那怎样生命的主。河豚不是靠他学习会的，你听得懂吗？他也不认识字啊，没有学习，是神。那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亲近神，亲近神，神会带出这个改变。啊，最后我们一起念：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怎样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怎样永远的。好，我们一起来努力。好，我们祷告。听到我们恩典满满的上帝，感谢你赐福离阮今早期的聚会。主啊，求你将这个智慧的心，透过你的话语，放入阮的灵内底。主啊，阮伫遮聚会，阮就是仰望，会当更加明白上帝。主啊，阮无烦恼，嘛无惊吓，因为你是听当阮恩典满满的上帝。当阮愿意降服伫你的面前，主的听、甲怜悯、甲疼痛，会
深深伫阮内底。安尼祈祷，奉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谢谢。30号，好，咱感谢上帝。好，先谢谢圣文执事啊，他是一个很好的教师。伊讲的物件，会让伫这个世界当中咧发生的什么代志，互咱会咱更加清楚。阿门。好，那么谢谢拍手，谢谢他。好，咱来介绍新朋友，来雅慧姐哈，来。潘世恩弟兄，左边这边，那是耶稣呐，哈，对，来，咱来欢迎伊，愿主耶稣的恩惠与你同在，好，我们可以靠着他更喜乐，而享有真实的平安。我来变公告的，好，台语长都长啊，讲台语，好，咱，我伫大家听，其实我有足大一个回应。嘛是拢是圣文执事在圣灵的当中的一个，我只是真感动，回归到上帝面前，所以我根本都袂惊迄个 AI， 他没有比我厉害，我会哭，他不会哭，感谢神，因为上帝的光，伊讲有就有对无？真的话，迄个有的，你看安尼讲安尼讲，安尼甲咱的心，甲咱的疑问都拍开。互咱知影伫上帝光内面，咱来得到上巨大的福分甲生命。咱就是来用奉献来感谢温辉观念，请起立，谢谢。好，咱来唱1、2节就好了哈。那我们请同工姐来啊，来。平心看喜，相安相舍，遐里就是恩惠观念。我心爱不定高观念，有主张我一定完家，拥有欢喜，平安快乐，主爱丰满那的天国，恩惠观念，相安相舍。我定个冤家，虽有软弱，惊遐怀疑，我无灰心，也无丧志，目睭注视你这观念，我已可注定个冤家，拥有欢喜，平安快乐，主爱丰满那的天国。相舍，阮主张我定个冤家，拥有欢喜，平安快乐，主爱丰满那的天国，阮的观念相安相舍，阮主张我变个冤家。阿门。感谢上帝，会รับ大家人的奉献，对心内面。伫线上的兄弟姊妹，伫实体当中所献上的，拢是对诚心的感谢。我们来接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迄个大快乐，就是互主耶稣，愿上帝大快乐，就是互主耶稣对昔日个我迄大快乐，来帮助咱常常行大伊所喜爱的事。愿亲爱的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甲圣灵的感动，甲主爱的天父。因带咱行永远的道路，奉主的圣名祈祷，阿门。哈利路亚！大大感谢主，大家平安。